所以讲吼，因为吼，目的就是要甲咱吼，安尼，互咱精神吼百倍啦，安尼啦吼。要安尼讲吼，拢爱有迄个，在讲你嘛，看人咧讲好讲好讲，我嘛爱讲，但是后你头来咧讲就有共啥安尼，迄就袂好安尼。你嘛看啊，我在地方我好好咧安尼，嘛看人咧讲啊，足简单诶，叫咱练偌久啊，叫咱练偌久啊，吼。是较无技巧的迄个讲法啦吼，啊无咱就拢有看到伊个表演吼，迄较迄功较好的迄种的吼，迄种的咱嘛捌看啦吼，啊一寡迄花式的吼，人伊嘛拢捌看过啦，安尼啦，人伊练足久啊，安尼啦，啊其他吼可能吼英文啊较少啦，吼细微尔啦吼，啊想讲伊要讲一卖就好啦，安尼讲好啦，普通时讲唔爱好讲啦，安尼啦，啊可能咱今日你伫遐看牌，大家精神袂歹，工书讲了袂歹，啊拄袂少讲一摆就好，免得讲啊遐一摆安尼。咱人若要咧困讲较一摆嘛不好，对毋对？咱人吼咧困讲讲较一摆，好歹精神袂啊安尼啦吼。所以讲真不简单啦吼，咱练足久啦吼。咱若来看吼，就安尼，以后安尼讲，咱无啥问题吼安尼。其实若互你来发着吼，互你来学着讲，拄仔甲你差袂无。人讲讲得好，敢若咱袂好，这嘛是爱练，吼。讲几个就什么声，就爱转，就爱啥货吼，迄咯，我嘛才好讲，我咧讲是讲迄人咧关乡迄种迄啦吼，迄咧排歌咧讲啦，安尼啦。若迄讲若好，迄声头就会响。咱若落破歹咧讲，就死叉叉到人遐时来讲吼，歹落对果安尼啦，歹落对果啦，歹来讲迄声安尼。看你声，人咧讲咧足坚吼，讲歹落，去拖住迄个讲就对无，袂使咧讲足好声，足好听。你这就歹讲就到就煞，迄个遐坚的声吼，怎互你甲拖住安尼啦，歹安个对补啦，安尼就对啦。你若先生做了无好，有时啊拖住着太太安尼啦，所以讲咯，迄歹安对补啦，歹落吼，拖住迄补来就对啦，较早人古早人迄个名言啦吼，就是安尼。其实嘛是有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讲咱今仔日呢，第一次咱这讲老师来讲吼，这台语吼，这话迄台语吼，